你收聽緊嘅係由約多斯演播嘅《透視保鏢》第567章。時間1分1秒咁過去，亦陸續有人中咗蠱，或者俾人哋落咗降頭。嗰啲中咗蠱嘅，直接就被大金蟬醫好咗。不過落咗降頭嘅，大金蟬淨係醫好咗3個，仲有2個死咗。蠱毒同埋降頭唔一樣。至於邊度唔一樣，恐怕只有苗苗清楚。不過都仲好，唔到1個鐘咁，葉老、劉林同埋龍小華就趕咗返嚟，然之後即刻入去廚房度煲藥。而呢幾味藥必須有1味藥去引藥先得，而個藥引就係苗苗嘅血。佢嘅血有毒，但係可以殺降頭同埋蠱毒。佢哋用大火煲。藥水一滾，苗苗就命令所有人，包括張儀，都要飲1碗。嗰啲保安嘅人員已經嚇到驚，所以有啲飲1碗覺得唔夠，竟然飲2碗。高偉同埋葉小峰仲有韓玉都落咗嚟，3個人面皮都好厚咁。可能之前唔係咁好意思啦，但係而家一齊打個飛機之後，仲有乜嘢唔好意思噶？頂佢個肺啊！我哋唔可以被動咁等佢，我去揾佢。張儀轉咗身上樓，將嗰啲銀針用手巾包好之後，直接喺窗口度跳咗出去。各位睇好 OK 啊！張儀嘅聲音喺夜空嗰度回蕩住，但係佢已經消失到無影無蹤。別墅1200米之內並冇人，所以嗰個降頭婆應該係遠距離操控。由於東南靠海，所以張儀向西北嗰邊去，而西北嗰邊有個公園，有一大片嘅森林。張儀靠近個林嗰陣，突然之間發現嗰隻馬騮正喺樹林入邊嘅樹度跳躍住，嗚嗚叫咁，似乎嗰隻馬騮仔發現咗佢咁，所以瘋狂咁樣向住入邊跑。冚家拎嚟話想走，張儀跳到去樹頂上邊。然之後一個意念穿越，直接就接近咗個馬騮仔，並且甩出自己把刀。隻馬騮仔顯然係嗰個降頭師訓練出嚟，好似有啲人性咁添。而且係嗰個降頭師嘅眼，算係佢嘅探子啊！張儀要先殺咗呢個馬騮仔，挖咗佢個眼。一聲，嗰隻馬騮仔本身冇咩能力，所以喺佢嘅飛刀飛咗過去。直接就貫穿咗佢個頭，然之後隻馬騮仔就喺樹上面跌咗落嚟。就喺個馬騮仔跌落地嗰一瞬間，突然之間成個森林入邊好似有風吹咗過嚟咁，吹到啲樹葉嘩嘩聲咁。張儀嘅意念始終注意住周圍嘅一切，呢一陣咁嘅陰風太奇怪，所以佢都唔敢馬虎大意。我要你死啊！一把尖銳嘅聲，慘叫咁樣突然之間喺森林嘅天空上邊響咗起身，跟住張儀就睇到一團黑麻麻嘅嘢進入咗佢嘅意念之內。佢集中精神睇過去嗰陣，成個人都差啲喺樹上面跌落嚟，因為嗰個黑麻麻嘅嘢竟然係一個人頭，喺樹林度穿梭緊嘅人頭。飛頭降，呢個係國際上面最恐怖、令人聞風喪膽、最不可思議嘅飛頭降。呢種咁嘅嘢就係將啲死人嘅頭煉製成人似人鬼唔似鬼嘅嘢，可以喺空中度飛行嘅怪物嚟殺人。張儀嘅目光都好冰冷，收翻把刀之後，突然之間隱身。喺度飛行緊，擘住個口喺度講緊嘢嘅飛頭降都窒咗一下，然之後就停咗喺空中嗰度。靚仔，你殺咗我個寧后，我要殺你全家，等你全家不得好死。嗰個死人頭竟然喺度講嘢，而且特別之恐怖。而呢陣時嘅張儀已經閃咗喺飛頭降嘅下邊，並且突然之間原地一跳，好兇狠咁用刀劈向嗰個飛頭。
一聲，好似斬咗一塊鐵上邊咁。佢嘅力量竟然劈唔開嗰個咁嘅飛頭，淨係將個飛頭劈飛咗出去好遠嘅度。嗰個飛頭喺度流緊血，應該係受咗傷。不過張儀都覺得好恐怖。呢啲咁嘅降頭師究竟係乜嘢嚟噶？一嘢搞唔掂之後，張儀就快速咁樣後退，跳躍咗幾下就離開咗。嗰個飛頭降雖然堅硬恐怖，但係佢隱身之後卻睇唔到，所以就憑呢一點，張儀就立於不敗之地。佢退到去森林嘅邊緣，然之後即刻攞出手機打俾苗苗。苗苗，有一個識飛嘅頭，識得講嘢同埋流血，特別之堅硬，我破唔開，呢個要點殺啊？張儀問道。吓，飛頭降！電話嗰邊嘅苗苗都吸咗啖冷氣，同時都沉聲咁講道。通常情況之下，飛頭降就係降頭師嘅本命股嚟噶，所以想殺飛頭嘅話，除咗神兵利器可以劈開飛頭之外，就係用符咒嚟將佢燒死。不過你可以將個飛頭引過嚟我呢度啊，我有辦法搞掂佢。吓，你有辦法？張儀疑惑咁講道。你將你嘅辦法話俾我聽，我搞掂佢。吓，呢樣嘢我有，你冇噶，你引過嚟啦。苗苗細聲咁講道。咁麻煩噶，我翻去攞。張儀講完就想掛電話。唔得啊！呢樣嘢唔可以俾你噶，係我哋女人嗰個每個月嘅嗰個啊，你明噶啦。我而家啱好嚟啊，所以可以專門殺飛降頭噶。吓，我頂啊！張儀就鬧咗一聲，呢啲咁嘅稀奇古怪嘅嘢，亦果然係用啲稀奇古怪嘅嘢嚟醫治。冇事噶，我翻去攞啊！殺呢啲咁嘅嘢，我唔驚污糟。張儀笑咗下就掛咗電話。而別隧道嘅苗苗掛咗電話之後，就唔係咁好意思咁睇咗下其他人一眼。啊，我要去廁所啊，抬我過去啊！冇幾耐之後，張儀翻咗嚟，而苗苗上咗去廁所之後，並遞咗張儀一個黑色嘅膠袋，細聲咁講道：哼，你個人有病噶，唔係好正常咩？咪就係大姨媽啫嘛，有咩唔咁唔見得人啫？張儀都冇所謂，其他人覺得唔好意思，但係佢覺得有咩唔好意思啊？呢啲嘢就係正常人分泌出嚟嘅嘢嚟嘅啫，有咩咁丟架啫？哼，我話俾你聽點用啊！苗苗細聲咁講道：嗱，呢個貼喺個降頭嘅頭上面就得噶啦，然之後你將呢啲乾草嚼碎咗佢，再塗喺個頭上邊就可以啦。吓，咁簡單？張儀好奇咁講道：聽落去簡單，但係做起真難啊嘛。飛頭降可以喺天度飛噶，所以輕易都唔會俾人哋碰到佢。當然啦，有啲嘢你以為好複雜，其實喺我哋嘅眼入邊都好簡單嘅，只要揾到方法，就係一嘢就搞掂噶啦。唉，不過可惜啊，製作飛頭降係非常複雜噶，要幾十年先至可以養成。不過我對嗰啲嘢冇咩興趣，睇到都嚇人啊，所以你直接毀咗佢啦。仲有啊，個飛頭降一毀咗嘅話，個降頭師一係就要死，一係就重傷嘅。因為我唔知道個飛頭係咪佢自己嘅頭，所以你自己注意一啲啦，唔好大意啊。仲有啊，嗰兩個綠毛嘅寒尾，按照我嘅方法嚟整啊，呢個係好嘢嚟噶吓，可以鎮宅驅蟲嘅第一聖品嚟噶。好啦，我知道啦。邊個俾支槍俾我？要狙擊槍，連發嘅嗰種。張儀大聲咁講道：我呢度有一個一直潛伏喺屋頂度嘅保安，喺屋頂度跳咗落嚟。當然啦，佢係爬住條繩落嚟嘅。好，唔該啊，等陣還翻俾你。張儀將把槍同埋幾枚嘅彈夾接咗過嚟，身體一閃，成個人就瞬移出咗去院度，快速咁樣向住個森林嗰邊奔跑過去。你收聽緊嘅係由約多斯演播嘅《
透視保鏢第568章。啲網友話我講得太快，咁我就講慢啲啦。張儀返返去森林之後，就即刻隱身向住原先嘅位跑住去啦。只不過當佢到達嗰個馬騮仔嘅屍體嗰陣，嗰個飛頭降就唔見咗啦。張儀都冇大意，所以就好細心咁喺度搜索，然之後揾咗差唔多1個鐘，成個森林都揾咗一圈，甚至方圓幾公里內都揾咗一輪，然之後都冇再發現嗰個頭，好似憑空消失咗咁。睇嚟應該係嗰個降頭師走咗啦。仆街啊！張儀激到鬧一聲，嗰個降頭師都好狡猾，覺得有危險就即刻走路。張儀唯有無功而返啦。別墅到咩都冇發生，似乎今日嘅危機解除咗。不過所有嘅人都冇瞓到，因為今日夜晚發生嘅事實在太恐怖，所以邊個都唔敢瞓。馮小姐，韓玉，你跟我過嚟啊，我幫你哋醫好咗傷先。張儀睇咗下時間，已經係後半夜啦。佢可以繼續製造紫色水滴。3個人一路入咗一間客房度，然之後張儀都唔理咁多，就將一粒紫色嘅水滴滴入去馮丹紅嘅嘴入邊。應該問題唔大，會有啲痛。張儀坐低咗落嚟。馮丹紅呢個女人顯然係頂得順，唔驚痛，而事實上同佢想象嘅基本一樣。馮丹紅淨係坐喺床上邊，藥效發作嗰陣，淨係皺住眉，2隻拳頭握到實一實，連哼都冇哼一聲。佢連皮都俾人哋剝咗，所以邊會仲會怕痛噶？仲有就係喺張儀嘅意念入邊，佢身體上邊嘅嗰一層嘅膿壞死嘅表皮開始喺度重新咁愈合生長緊，而且連佢體內嘅嗰啲未知嘅血咒似乎都消失咗咁。紫色水滴其實就係淨化一個人。紫色水滴嘅藥液進入人嘅身體之後，就會變成一啲物質，一啲不良嘅細胞殺死排除，從而再生機理，增加氣血。所以咩血咒都好，扒皮都罷啦。3分鐘之後，馮丹紅已經回復正常。可以啊，可以沖個涼，你哋慢慢傾。張儀睇到馮丹紅興奮咁唔停咁喺度呼吸緊嗰陣，就起身向出邊走。而韓玉同埋馮丹紅就即刻對住張儀行咗個禮。落咗樓，張儀坐喺苗苗嘅隔籬，無奈咁講道：唉，你仲要等多1日啊？嗰個女人，唉，太可憐啦！再等多1分鐘，我驚佢會受多1分鐘嘅罪。唔急噶，唔急噶。苗苗笑住咁搖頭講道：不過佢身體入邊嘅血咒係咪消失咗啊？應該冇啊。張儀點頭咁講道。苗苗就感慨咁講道啦：你真係好神奇啊！你身體入邊點解會有呢啲咁嘅紫色嘅液體嘅？唔通你係外星人？張儀都笑咗下，同時都搖頭咁講道：我而家擔心嘅係嗰個咁嘅老巫婆仲會唔會嚟嘅咋？應該唔會噶啦，天光啦，佢嘅飛頭降都好，綠毛悍尾都罷啦。日頭嗰陣出現會降低佢嘅法力噶，所以如果佢要嚟嘅話，亦淨係會夜晚先過嚟。我哋日頭可以瞓翻個好覺啦。吓？日頭唔嚟嘅咩？張儀眯住隻眼講道：絕對唔會，佢應該知道我哋呢度有高手，所以日頭佢嘅能力就弱咗啦，所以一啲好處都冇，淨可以夜晚先至嚟。好，咁我日頭返去京城一趟先。張儀企起身講道：
返京城做乜嘢啊？客廳度仲有好多人，所以聽到佢咁講話要返京城嗰陣，所有人都奇怪咁睇住佢。呢啲咁嘅時候，佢仲要走？哼！返京城度，我將我把劍攞過嚟。葉老，可唔可以聯繫到飛機，專門送我一趟？下晝再將我送返嚟。張儀睇向葉老講道。葉老擘咗下嘴，佢葉氏公司有好多嘅商務機，但係冇可能隨時就起飛。私人飛機或者商務機之類嘅，都要需要內地嘅空管部門批先至得，而且要截啲航道咁樣嘅，好麻煩。我聯繫我爸，等佢安排飛機俾你啊！你等一下。小喵喺隔籬跳咗起身，佢屋企有私人飛機，所以只要同內地嘅空管局打個招呼，一來一回咁都唔算啲咩。葉老都笑咗下，就算陶家好有能力，但係一日嘅時間之內絕對辦唔晒啲手續。小喵喺客廳度打電話俾佢老豆，並且命令佢老豆一陣就話要飛咁。不過陶大富都好為難，飛機飛京城邊係隨便就得噶，冇相關嘅報備，冇一定嘅手續。如果就咁飛嘅話，飛到去京城就會俾防空彈打落嚟。小喵真係唔得啊！一日嘅時間搞唔掂。陶大富呢次真係按照唔到小喵嘅意思去做，因為呢件事佢做唔到，佢又唔係國家元首，只不過係一個商人。吓，你點搞噶你？呢件事咁簡單都做唔到。小喵大聲咁喺度叫嗌住啦。呢件唔係小事，你見國內有邊個私人飛機可以成日飛嚟飛去噶？一個都冇。以前有個明星係試過，但係佢都係提前幾日先至辦理好手續，手續未批落嚟，佢都唔敢亂飛。吓，真係搞唔掂。哼！小喵無奈咁講咗一句之後，就好唔好意思咁睇住張儀。冇事，我再揾其他人。張儀笑住咁樣撥通咗黃興嘅號碼，黃興爭佢嘅人情嚟，所以同啲空管嗰邊打個招呼應該冇問題。又有乜嘢事啊？黃興接到張儀嘅電話嗰陣，似乎好唔耐煩咁嘅款。張儀呢個人太麻煩啦，成日搞事。我要飛機，我要喺港島嗰邊飛去天朝，然之後再喺京嗰度飛返去港島，必須天黑之前返到嚟。而家我係有飛機，但係要啲咩手續咁，所以你幫手搞掂佢啊！做唔到。呢2日京城有重要嘅會議，空管呢邊非常之嚴啊。黃興冇咁好氣講道。吓，喂，唔係啊，黃頭，喂，嗱，你幫我呢一次啊，算還我一個人情啦。冇可能，你以為你係邊個？隨便等空管嗰邊可以同你開路啊！黃興大聲咁講道。我撲你啊！你做唔到咁，你就喺度同我嗌碌撚啊！張儀鬧咗一聲，然之後就掛咗電話，同時都激到面都青晒。要攞咩兵器啊？其他人送過嚟唔得咩？一定要搞咁大陣仗咩？劉鄉長畢竟係幹部，竟然做起咗張儀嘅思想工作。唉，唔得，其他人攞嘅話，我驚人哋會留意到，然之後俾人哋搶咗就弊啊！呢個我真係唔放心。張儀搖咗下頭，雖然何心佢哋都係攝政，但係未必可以保得住自己嘅紫光劍。究竟咩劍啊？咁小心嘅咩？4大奇人都不以為然咁啊！咩所謂嘅奇兵神器啊？無非就係利啲嘅啫，同埋硬啲咁啫嘛，冇咩咁巴閉啊嘛！呢個天下間嘅劍大品呢？張儀都唔理咁多，佢都唔想解釋咁多。紫光劍唔係普通嘅劍，甚至連黃老送俾佢嘅嗰把短劍喺紫光劍嘅面前都係垃圾。紫光劍係真正嘅斬妖除魔劍，
就喺張義考慮緊要唔要直接去機場踎去行李艙嗰陣，佢嘅電話響咗起身，係黃興打嚟，而張義隻眼都眯咗起身。呢個黃興唔通係賤骨頭嚟嘅？鬧下佢先至識都。張義，我可以派軍機接送你，但係你要答應我哋一個條件。黃興開門見山咁講道。得啦，你講咩條件？張義講道。你配合科研人員做一個全面檢查，特別係腦域嘅。吔屎啊你！張義都未等黃興講完，直接就掛咗電話。呢班咁嘅冚家拎對自己仲未死心，睇嚟以後要小心呢個黃興先得，小心龍祖嘅人，話唔定以後咩時候落黑手捉自己去做白老鼠呢？